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话题。这个话题关系到很多中年朋友的困扰。为什么肚子越来越大？明明吃得很少，为什么睡醒了还是累？手脚冰冷，容易想睡觉，身体沉重得不得了。台湾的气候潮湿闷热，让身体不知不觉累积了大量的湿气，肚子上的脂肪堆积得特别快，而你可能完全没有察觉。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大肚子不只是外观问题，它代表着代谢变慢、湿气太重，还有3高风险正在快速上升。如果你不把这支影片看完，很可能你会继续重复那些错误的做法，让肚子越来越大，血液循环越来越差，身体越来越冷，越来越沉重。但是请你不要担心，只要1碗在这支影片里介绍的汤水，你就可以重新启动已经沉睡许久的新陈代谢系统。这不是什么昂贵的药物，也不是复杂的疗程，而是3种你厨房里就有的食材。接下来的内容会彻底改变你对减肥的认知，也会让你明白为什么你过去的努力都没有用。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上数字0。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我在门诊看过太多台湾的中年朋友，为了减掉肚子上的肉，用尽了各种方法，节食不吃饭，吃减肥药，贴燃脂贴片，喝利尿茶，拼命跑步，跑到膝盖痛。但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你，这些方法对中年人来说，不但没有效果，反而会伤害身体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年人的身体已经不像20岁的年轻人了。如果用错方法减肥，只会让身体越来越冷，脾胃越来越虚弱，结果就是更容易堆积脂肪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越节食，肚子反而越大，越吃药，精神反而越差？这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进入低温模式，新陈代谢几乎停摆了。真正有效的减肥方式，不是饿肚子，不是吃药，而是要从根本上调整体质。我们要做的是让身体暖起来，让气血动起来，让湿气排出去。只有这样，脂肪才会真正被消耗掉，而不是一直堆在肚子上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简单、非常天然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已经帮助了无数台湾朋友成功甩掉大肚腩。现在我要正式介绍这个神奇的配方：苹果、红枣、老姜，3种食材组成的燃脂暖身汤。你可能会想，就这3样东西这么简单？没错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但效果却非常惊人。让我告诉你，为什么这3种平凡的食材组合在一起会产生这么大的作用。首先是苹果，苹果能够清理肠道，稳定血糖，让你不再那么想吃甜食和喝手摇饮。再来是红枣，红枣补气血，让身体温暖起来，新陈代谢自然就会提升。最后是老姜，老姜散寒，让肚子暖和起来，直接燃烧皮下脂肪，
这3种食材配在一起，就像是为你的身体点燃一把火，把沉睡的代谢系统重新唤醒。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，喝这碗汤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。3天之内，你会感觉肚子变轻松了。7天之后，你的排便会变得很顺畅。1个月之后，你的腰围会明显缩小。这不是我随便说说，而是根据许多真实案例得出的结果。特别是在台湾这种湿热的气候环境下，这碗汤的效果会更加明显，因为它直接针对台湾人最常见的体质问题：湿气重、代谢慢、脾胃虚。如果你一直为大肚子困扰，这碗汤就是你最好的答案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阿明伯，今年62岁，住在台中。阿明伯是个很和善的人，退休之前在工厂工作了大半辈子。他平常最喜欢喝少糖去冰的珍珠奶茶，也很爱逛夜市，吃炸鸡排、咸酥鸡。退休之后，阿明伯的肚子开始像吹气球一样越来越大，他自己形容是像颗大西瓜，走几阶楼梯就喘得不得了，手脚总是冰冷的，晚上也睡不好。家人带他去医院检查，医生看了报告之后说，你已经接近3高边缘了，肚子里有很多内脏脂肪，这样下去很危险。阿明伯的女儿非常担心，买了一堆保健品给他吃，什么酵素、胶囊、粉末，家里堆得到处都是，但是吃了几个月，完全没有效果，肚子还是一样大，人还是一样累。有一天，阿明伯在庙前打太极拳的时候，一个老朋友跟他聊天，介绍了这碗汤给他。阿明伯本来半信半疑，但想说反正材料也不贵，就试试看吧。结果他喝了3天之后，就感觉肚子变温暖了，排便也变得很顺畅。喝到第7天，他发现裤子变松了，腰带要再吊紧一格。1个月之后，阿明伯整个人都变了，吃的比以前少，睡得比以前好，手脚也不再冰冷了。他跟我说，医生，我真的没想到，这么简单的东西，居然可以救回我的健康，也救回我的心情。现在的阿明伯，每天早上都会煮一锅这个汤，已经变成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习惯。现在让我们深入了解这3种食材，为什么它们这么有效。首先是苹果，苹果里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纤维就像是肠道里的软刷子，可以把肠壁上的油脂和废物清扫干净。很多人肚子大，不是因为吃太多，而是因为肠道堵塞，废物排不出去。苹果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。除此之外，苹果还能稳定血糖，让你不会一直想吃甜食、喝手摇饮。很多台湾朋友下午就想来一杯珍珠奶茶，其实这就是血糖不稳定的表现。如果你每天喝这碗汤，你会发现自己对甜食的渴望会慢慢减少。苹果里面还有维生素 C 和生物素，可以让皮肤变亮，减少氧化压力对身体的伤害。当你把苹果煮熟之后，里面的果胶会变得更加稳定。这个稳定的果胶可以帮助肠道蠕动，
让你的排便变得非常规律。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如果把肠道比喻成高速公路，那么苹果就是清理路障的工程队，让车子可以顺畅地通行。当肠道畅通了，身体的代谢自然就会变好，脂肪也不会堆积在肚子上。接下来是红枣，红枣在中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补气血食材，特别是和台湾的中年女性朋友，很多女性朋友到了中年之后，容易失眠、月经不规律、手脚冰冷、肚子容易痛，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。当气血充足的时候，脸色会变得红润，手脚会变得温暖，身体燃烧脂肪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强。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，红枣里面含有一种叫做环状核苷酸的成分，这种成分可以增强体力，减少疲劳感。我常常用一个比喻来解释气血的重要性，气血就像是你身体里的电力，如果电力充足，机器就会运转得很顺畅；如果电力不足，机器就会一直卡顿，甚至停摆。很多人觉得自己代谢慢，其实不是年纪大了，而是气血不够了。红枣可以帮你补充这个电力，让你的身体重新动起来。当你的气血充足了，你会发现自己的精神变好了，睡眠品质提升了，脸色也变得更有光泽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的基础代谢率会提高，即使你没有特别运动，身体也会自然地燃烧更多热量。这就是为什么红枣是这碗汤里不可或缺的食材。最后，也是最关键的食材，就是老姜。老姜在中医里面有散寒的作用，简单来说，就是让身体温暖起来，促进血液循环，直接打散肚子上的寒冷脂肪。台湾的气候又湿又热，但是很多人的体质其实是外热内寒，表面上很热，但肚子里面是冷的，特别是在梅雨季节，湿气特别重，很多人会肚子痛、胀气、拉肚子，这些症状都是因为体内寒湿太重。老姜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当你喝下这碗汤，老姜会让你的肚子温暖起来，血液循环变好，心跳也会变得更有力。这种温暖感不是表面的热，而是从身体深处散发出来的暖意。我用一个比喻，脾胃就像是一个炉灶，如果炉火熄灭了，食物就无法被煮熟，变成营养。老姜就像是重新点燃炉火的那把火种，让你的消化系统重新运作起来。当你的脾胃开始正常运作，你会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容易饿，也不再那么想吃零食。更神奇的是，你的肚子会开始慢慢变小，因为那些堆积在皮下的冷脂肪正在被温暖的血液带走。老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，就是提升基础体温。当你的体温提高1度，你的新陈代谢率可以提升12%，这意味着你什么都不做，身体也会自动燃烧更多脂肪。现在，让我告诉你怎么煮这碗汤，每一个步骤都很重要，请你仔细听。首先是材料的准备，我会按照台湾人习惯的方式来说明。苹果，选择台湾产的富士苹果或青苹果，1颗就够了。红枣大约10到12颗，
可以在中药行或超市买到。老姜15到20公克，记得要选老姜，不要选嫩姜。水900毫升，大约是3到4碗的量。准备好材料之后，第一步是清洗。苹果要用盐巴搓洗，把表面的蜡洗掉，然后切成大块，不要切太小，这样煮的时候才能保留香气。红枣稍微冲洗一下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去核。老姜要切成薄片，大约5到6片。接下来是煮的步骤，这个很关键。先把水煮滚，等水滚了之后，再把材料放进去。为什么要等水滚？因为这样可以保留食材里面的维生素，不会流失太多。把材料放进去之后，转成中小火，慢慢炖煮12到15分钟，不要煮太久。煮太久，汤会变苦，口感也不好。当你煮的时候，整个厨房会飘散出苹果和姜的香气，那种温暖的感觉会让你的心情都变好了。煮好之后，可以直接喝，也可以把材料一起吃掉。建议你每天早上空腹喝1碗，这样效果最好。如果你觉得味道太淡，可以加1散点蜂蜜，但不要加糖，就是这么简单。3种材料，15分钟，1碗改变你体质的汤就完成了。现在让我告诉你，喝这碗汤之后，你的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？这些变化是有时间顺序的，我会一步一步说明。第1到第3天，你会感觉排便变得很顺畅，肚子开始变得温暖，整个人变得比较轻松。很多人跟我说，他们喝了2天之后，早上起床就会想上厕所，而且排便非常顺利，不会再有便秘的困扰。这是因为苹果的纤维开始清理肠道，老姜也让你的肠道蠕动变快了。到了第7天，你会发现肚子下面变软了，不会再那么胀气，裤子也变松了，大约松了半格到1格。这个时候你可以量一下腰围，你会很惊讶地发现腰围真的变小了。这不是因为你脱水，而是因为体内的湿气和废物正在被排出去。到了第14到第21天，你会发现自己不再那么想喝手摇饮料，睡眠品质也变好了。以前可能要翻来覆去很久才能睡着，现在躺下去10分钟就睡着了，而且一觉到天亮。这是因为你的气血开始平衡了，身体进入了良性循环。1个月之后，你的腰围会明显缩小，脸色变得明亮，手脚也不再冰冷，精神状态变得非常好。你会发现自己走路变轻松了，爬楼梯也不会喘了，整个人充满活力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的心情会变得很好，因为你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有效、不伤身体的方法。这种感觉就像是你的身体从内部开始重新活过来，不需要吃药，不需要折磨自己，你只是每天给自己1碗温暖的汤，身体就会用最好的状态来回报你。那么从医学的角度来看，为什么这碗汤这么有效呢？让我用中医和现代医学2个角度来解释。从中医的角度来说，苹果可以健脾，脾脏强壮了，身体就不会累积湿气。红枣可以补气，气充足了，
新陈代谢就会变强，老姜可以散寒，肚子温暖了，脂肪就会开始融化。这3种食材配合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完美的祛湿、补气、散寒的组合。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，苹果里面的膳食纤维和多酚类物质可以减少身体的发炎反应，红枣里面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提升免疫力和体力，老姜里面的姜辣素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提高基础代谢率。这3种食材结合起来，产生了一种温暖燃脂的自然效果。这不是快速减肥，也不是激烈手段，而是让你的身体慢慢调整回正常状态。当你的体质调整好了，减肥就会变得很自然，不需要刻意节食，不需要拼命运动，身体会自己知道该怎么做，该留下什么，该排出什么。这才是真正健康长久的减肥方式。我想跟你说一些真心话，你已经照顾别人大半辈子了，照顾孩子，照顾父母，照顾家庭，现在是时候好好照顾自己了。你的身体已经为你辛苦工作了自己10年，它也需要你的关心和爱护。每天早上，当你在厨房里煮这碗汤的时候，这就是一种爱自己的仪式。那温暖的香气，那轻柔的水声，那一碗热腾腾的汤，都在提醒你，你值得被好好对待。不要让大肚子成为你每天的烦恼，不要让身体的不适影响你的生活品质。你还有很多美好的时光要享受，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要完成。而这一切的前提，就是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这碗汤不只是减肥的工具，它是你重新找回健康、重新爱自己的起点。从今天开始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给身体一个机会，你会发现，当你开始好好照顾自己的时候，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会变得更加美好。现在，我想邀请你做一件事，试煮喝这碗汤3天，就只要3天，去感受你身体的变化。我相信你会感受到不一样的自己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，还有你关心的朋友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减肥不需要折磨自己，健康可以很简单。也请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体验，我很期待听到你的好消息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也可以留言问我，我会尽力回答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有用的健康资讯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一碗小小的汤，一个大大的改变，为你的健康带来一辈子的幸福。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一起用最温柔的方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祝你健康，祝你幸福，再见。